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深深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当安怎，无情人。 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好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 真现实啊！看无情就要跟我离婚啊！离就离嘛，但你是你稀罕什么？某囝对你来讲，你敢有你看重？阿母啊，这是民主问题，我若离婚，我会用笑啦。阿母啊，我规日甲你要求好，阿母啊。看这阵才有啥民主问题啦？哎，你若真是爱民主哦，你就袂跪在遮啦。 看有啥物代志哦，你莫来乱讲啦，莫阮阿兄一直跪等要食。房间啊跪一个伫的啦，看伊要甲斗阵跪无啦？阿母，阿母啊，你若真正唔救我吼，我会请到高级吼自杀让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较镇静的啦。 阮也锁伫咧内面啦，啊有啥物代志哦，大家参详者，看要安怎解决啦。对呀，你别插伊啦，要死去死啊！抓我提面，你有责任就跳落去啊！阿母，咱若目睭背后去看伊的胆量，无一点就跳落去啦。古井内底无水啦，啊若早有水哦，是我跳落去死啊啦，无通让我恁翁啦。大哥，你哦，哎呀，阿母啊，你酒醉啊啦！准呀，甲夫咱来面来，等下精神才讲啦。哎呀，你来，你有困来。大佬起来，哎呀。阿明啊，阿母想要将这包金啊交予天明，你有意见无？ 阿母，无啦。是啦，阿母，啊你若认为安怎做就安怎做，我嘛绝对唔敢有意见。注意啊，家在有恁两个，然后阿母唔知变哪。恁老爸在生的时阵，都锻炼讲修你的友好啊。我还甲讲，无可能啦，望这歹囝回头。 绝对是无可能，想袂到，准呀！阿母对你实在真袂得过。哎呦，阿母，安尼别讲啦，讲过去的代志啊，你也免放那么心肝来啊。对啦，本来啊，即摆搁伫口面地等，也今晚咱赶紧摕来好。 注意啊！有恁大姐卖出去，我甲伊摕出来，恁大爷较袂歹势。好啊。
这金仔摕去啊！我真有诶，剩这尔啦。伊食遮多去啊，家己爱会晓拍算啦。就是以后搁来甲我摕，我也无才调啊啦。那阿无我囝带转去，带转去。阿母啊，我教你要住遮，我袂转去。莫住我遮，带转去我较清心。你看，咱先行。阿母啊，你甲俊贤讲，那应该的嘞吼。后日我绝对会还你啦。阿母啊，我来走。你若决定讲财产要分吼，你心头就了解哈。你还会记哦，咱的田园哦是讲天明阿妈母两个去做呢。啊，咱的大孙啊已经遐尼大汉啦吼，你嘛应该。宝贝，你讲啥啊？我是提醒你啦，老爷啊，你哦心头就了解啦，唔通做到到时哦，互是世万谈哦，你就无价值啦。我要甲你交代的话，你都爱记记在心哦。你千万哦，都唔通誤人天命啊！因阿母会甲你友好，连细汉仔共款，袂远的。啊，你是讲为道歉，啊，愈讲愈离经。啊，天命啊，为啥啊唔友好啊？啊，唔是讲我来温准伊啊咯？啊，温准伊啊，我唔敢信啦。伊若莫甲我惹代志吼，互我平平安安咯，我就谢天谢地啊！老爷，颠倒我迄个坑去啦，迄囝袂黄的啦，你莫当啊妄想啦。天明的代志解决，你也是要安怎？这今仔头有咧处理啦，拜托你莫客面亲好无？你莫甲我应者，莫甲我当做我是小的，咱哭笑十念好无？无你是要叫我怎做啦？我看这金仔你家己管，我爱甲你管，免你后摆跋筊找无钱，拍假。我甲你讲，我以后都袂跋筊，恁两个拢唔是，恁来讲袂翻车啊？啥物人知你是毋真正改嫁？爸妈好啊啦，你若断着困啊，就回去找阿妈，困难解决哦，你就完全唔改啦。阿玲，兄弟。你除了会晓跋筊以外，你搁通做啥？真正袂晓跋筊尔，其他有影无一种，除了做田啦，无一样记的哦，真正无半片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阿母，我食饱，我要来去上班啊。
阿母，你莫阁生气啊啦！我会听你的话，等你点头了后，再我甲进财做伙。这死查鬼啊，真惨！可这阵还袂死心。进财，这2、3个月你走去倒位去，拢无打电话给我。是安尼啦，公司临时有一寡代志叫我去菲律宾处理啦。我一转来本来想要打电话你啦，也毋过我惊你若不接，伊会生气啊。我看你还是紧来把你的婚姻办了好，较袂阮阿母拢反对咱2个做伙。安尼啊，只我知影啦，卡就在卡公司的任务啦。你嘛知影我的为人啊，公司交代我的代志我也无完成我无可能去处理私人的代志啊。你是要叫我等到什么时阵啊？安尼啊，只我知影啦，我比你更加着急呢。我想讲公司的代志也是直接找恁二兄来参详啦。找阮二兄？对啊，你毋是讲恁公司拢是恁二兄规划？我想咱找参详较好啦。你啦，当你是安怎？你是要死爱啊？唔是啊，你伫咧甲我谈。你甲你谈？我无看卖。真实的呢？哦，你读去足有力的呢。这后摆若写查，绝对中啊武桥。是的啦，我讲唔对。你啦，你好好休困，我赶紧来上班。是啊。那你走。啊，李白。安尼啊，今仔毋是要开始上班，哪阁早倒转来？二兄，凊彩伫外口有代志要甲伊参详。是啥物代志？敢讲恁2个拢已经决定好啊？是？毋是啦，是公司的代志。公司的代志？那公司的代志，你都去找文成，都去找要创啥？因为我讲公司是你规划，你才有决定权啊。我免有啥物权利？我是一个公司的顾问，我免有啥物权利？当你伫遐待遐久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啊，是为着啥物代志啦？哪有啥物代志？全然对方的人甲咱的公司咧讲合股投资的代志，甲文成讲袂好势，第后工来要找我讲。二兄，你甲凊彩斗3工好无？你甲伊斗3工，就敢若甲我斗3工共款啊。安尼，你也知影，咱这间公司是咱在地3派人大家共家开的。虽然二兄伫咧做顾问，啥物意见恁大家尊重我，也毋过，毋是讲我要安怎就安怎。就算讲我要甲你斗3工，我嘛无迄个权利，你知影无？俊宇。好啦好啦，要不我来甲凊彩讲讲嘛，我想听伊意见，看到底是安怎。阿丽，恁二兄吼是针对公司的利益，毋是针对老先生，这点你应该了解吼。这点我是了解啦，啊，毋过二兄的个性，万一若甲凊彩起冲突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我看我还是倒来看卖咧，吼。俊宇啊，若照我计划安尼做，是毋是对大家拢有好处？大家拢有钱通赚啊？我会知伊想，当恁代表财团的势力遐尔大，何必来对阮这款在地临时组织的公司？莫遐尔贪心，让一寡阮在地人赚，阮在地人也真感谢你。就算讲替阮在地来伫建设，安尼阮若宣扬出去，对恁公司的形象也是袂歹，敢是？既然俊宇兄你遮尔固执，我想我也袂勉强。也毋过你毋通袂记了，你即摆搁伫咧假释期间，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
恐惊的会真麻烦。而且我已经调查过，伫菲律宾有一个台湾偷渡过去的人，听讲是俊义兄你斗相共的，伊的名叫做欧良。以后你就唔通再来啦！气死我哩！阿丽啊，但你即摆知影吼，好歹人会晓分啊啦。这个傲人吼，根本就真心咧对待你啦。阿母，阿母。什么啊？原来遐老进仔是这款人哦。伊哦，唔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啦，咱哦拢归是互伊外表骗去。安尼即摆安尼人呢？伫阿母的房间啊。我来去关门啊。我出来去，我顺便去上班。安尼以后你就当专心去上班啊。好啦。莫阁想遐济，是讲家再互你吼量早看看这个傲人，啊若无吼，恁来阁要害得偌凄惨嘞。早看看也是算是你的福气啦。阿母，我感觉真歹势，互你有爱代志遮尔烦恼，我感觉我做不好诶。咱拢过去啊，吼，莫阁哭啦，来。乖，想好开嘿，入来啊，别哭啊哈。阿母，阿敏，啊你无伫咧房间倒，你起来要创啥啦？无要紧啦，我倒伤久吼，我嘛感觉足艰苦的。啊，我来找阿丽抬杠一下。啊，准伊啊咧？伊去上班啊啦，伊叫我甲你讲一声。好啦，我恁两个等下开讲者，我出来哈。阿丽，你后摆有啥物打算？即摆啥物拢唔敢想啊，我应该好好去上班。安尼就好啦。咱查某人吼，上惊就是嫁唔着翁。你遮尔少年，还阁生做遮尔水，
你找啥物款的翁嘛有，对无？阿嫂，做歹势，为着我的代志，互你甲二囝遮尔吵翻着。讲啥物歹势啊？咱是家己人呢，啊，阮无关心你，谁关心你？对。阿嫂，你是安怎？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话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，我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边好干。感情这行到这应该煞，我无欠。